第45題啦，你話一個小型開放經濟入邊咧，某物品嘅供應曲線咧向右上斜啦，而該物品實施有效嘅進口配額同埋徵收關稅主要嘅分別喺邊呢？咁首先我哋知道咩叫配額啦。配額意思咧限制進口嘅數量啦，咁個價格會上升嘅。而關稅咧就係對進口物品徵收稅項啦，咁進口嘅數量會下降啦，個價格咧都會上升嘅。我首先睇 A 呢一點啦，個實施有效嘅進口配額咧會降低進口量，而徵收關稅就唔會，咁呢點就唔啱啦。因為頭先都講咗啦，徵收關稅咧係會令到進口量下降嘅，咁所以呢點唔啱啦。B 呢一點啦，佢就話實施有效嘅進口配額咧會令到該物品嘅消費者盈餘上升喎。咁我睇到啦，配額咧會令價格上升，所以消費者盈餘會下降啦。而關稅咧都係會令到價格上升，消費者盈餘咧都會下降嘅喎，所以呢點咧就唔啱啦。C 呢一點啦。佢話徵收關稅咧會提高該物品嘅國際價格啦。咁但係我哋睇到啦，呢個小型開放嘅經濟啦，徵收關稅咧係唔會影響國際價格嘅，所以呢點咧係唔啱嘅。D 呢一點啦，佢就話徵收關稅咧會令到政府嘅收入增加啦，咁係啱嘅。徵收關稅咧會令到政府嘅收入係增加嘅，因為以前政府係喺呢方面係冇收入噶嘛，但係而家咧你入口啲貨品咧，政府咧要抽嘅關稅喎，咁除非入口量係零嘅啫，只要唔係零嘅話咧，其實政府咧都會有一啲嘅關稅會收到翻嚟嘅。咁睇埋下面嗰句啦，佢話實施有效嘅進口配額咧，就可能咧令到政府嘅收入咧係冇增加喎。咁呢啲都啱嘅，因為睇下個配額咧係點樣分配。如果個配額咧係政府咧白白就咁送出去嘅話咧，其實政府係冇收入可言嘅。咁但係如果政府咧將啲配額咧係有一個拍賣嘅形式咧，去賣出去嘅話咧，咁其實政府都係有收入嘅。咁呢度冇交代到咧個配額係點樣去處理，咁所以咧實施配額咧有可能咧政府咧係冇任何嘅收入都唔奇嘅。